现代第一版圣经路加福音第6章，有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对卖园经过，伊的门徒摘麦穗，用手拿来食。有一寡法利赛派的人甲因讲：恁是安怎做安息日袂用得做的代志？耶稣应讲：恁敢毋捌读着大卫甲缀伊的人腹肚枵的时所做的代志？伊入去上帝的殿，摕献祭的饼来食，嘛互缀伊的人食。即款饼只有祭司才通食。耶稣甲因讲：人子是安息日的主。另外一个安息日，耶稣入去会堂教示，伫遐有一个正手摕去的人。有一寡经学教师甲法利赛派的人伫长等，看耶稣伫安息日会甲伊医治，也未通找空芳来告伊。耶稣知因伫想什么，就甲迄个手摕去的人讲：起来，来徛伫中央。伊就起来徛伫遐。耶稣对因讲：我问恁，伫安息日做好事，还是做歹事？救性命，还是害性命？倒一项下律法？耶稣就一个一个甲因看，然后对迄个人讲：手伸出来。伊照安尼做，手就复原。遐人非常受气，参详要安怎对付耶稣。有一日，耶稣出去山林祈祷，通暝对上帝祈求。天光的时，伊叫门徒来，对因中间竞选12个，称因做使徒。就是西门，耶稣阁甲伊号名叫做彼得，甲伊的小弟安德烈、雅各甲约翰、腓力甲巴多罗买、马太甲多马、阿里菲的囝雅各，甲称做激进党的西门、雅各的囝犹大，甲后来出卖耶稣迄个以斯加略的犹大。耶稣甲使徒落山，来徛伫边地，伫遐有一大阵伊的门徒，阁有一大阵民众。这人是对犹太全地、甲耶路撒冷、以及泰尼、甲西顿沿海来的。因要听耶稣讲道理，嘛要互伊医病。遐个互邪神搅扰的人嘛来，拢得到医治。规大阵的人拢想要甲伊摸，因为有权能对伊发出，互因拢得到医好。耶稣注目看伊的门徒讲：恁遮的善车人真有福气，因为恁是上帝国的子民。恁现在得枵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互恁饱足。恁现在得啼哭的人真有福气，因为上帝会互恁笑。人怨恨恁，为着人子的缘故，甲恁气杀，甲恁侮辱，甲恁看做歹人，恁真有福气。迄日，恁着欢喜着跳，因为恁伫天里的报赏真大。早前这人的祖先嘛安尼对待先知。毋过，恁这的好家人惨啊！因为恁已经享受安乐。恁现在饱足的人惨啊！因为恁会枵餓。恁现在得笑的人惨啊！因为恁会哀伤啼哭。众人拢在学了恁的时，恁惨啊！因为因的祖先嘛捌安尼对待假先知。恁这在听的人，我甲恁讲，着听恁的对德，好款待怨恨恁的人，着祝福辱骂恁的人，着为着侮辱恁的人祈祷。有人伸你的喙皮，
另外一边嘛互伊穿。有人剥你的外衫、内衫嘛煞互伊。有人甲你求什么，就互伊；有人抢你的物件，毋通甲伊讨。恁爱人安怎对待恁，嘛着安尼对待因。恁若只有疼遐个疼恁的人，有甚物功劳？因为连歹人嘛疼遐个疼因的人。恁若只有好款待遐个好款待恁的人，有甚物功劳？连歹人嘛安尼做。恁若钱借遐个恁愿望话行的人，有甚物功劳？连歹人嘛借互遐个话拢总行的歹人。总是恁着疼恁的对敌，好款待因，借人嘛毋通愿望要收回。安尼，恁就会得到真大的报赏，阁会成做至高上帝的囝儿，因为伊对忘恩背义、甲邪恶的人真慈悲。恁的天父是仁慈，恁嘛着仁慈。毋通批评人，则袂受上帝审判；毋通甲人定罪，则袂受上帝定罪；着赦免人，则会受上帝赦免；着互人，上帝就会互恁。伊会入个摇，互伊摘，个酿到满满，倒落去恁的衫被。恁用什么酿互人，上帝嘛会照安尼酿倒转互恁。耶稣阁用譬如对因讲：盲人捡话牵盲人，捡话两个拢跋落窟仔。学生袂超过老师，不过学生若学有起，伊就会亲像老师。你若简单得看兄弟目睭内的柴油仔，也无注意到家己目睭内有柴箍。你无看见家己目睭内有柴箍，哪会当甲你的兄弟讲：兄弟啊，你目睭内的柴油仔，我来甲你摕出来。假好的人，家己目睭内的柴箍着先摕出来，才会当看清楚，通甲兄弟目睭内的柴油仔摕出来。好树袂结歹果子，歹树嘛袂结好果子。逐丛树对所结的果子来知伊的好歹，袂当对刺皮挽无花果，嘛袂当对草刺收葡萄。好人对心内所积聚的好发出好，歹人对所积聚的歹发出歹，因为人心内充满什么，喙就讲什么。是安怎恁称呼我主啊主啊，却无实行我的教示？来我遮听我的话，阁实行的人，我甲恁讲，伊亲像什么？伊亲像人起厝，土掘真深，地基下伫石盘顶，大水来，水冲着厝，厝嘛袂摇动，因为厝起真坚固。毋过，听我这话无实行的人，亲像人起厝无下地基，水一个冲，厝随时倒落去，甚至倒甲真厉害。